現今嘅關稅戰就聯想到歷史上鴉片戰爭嘅起源，兩者都涉及貿易嘅不平衡、貨幣外流同保護主義政策。鴉片貿易令大量白銀外流，經濟受重創，貨幣體系受影響，導致清廷財政危機，將鴉片走私賣俾中國啊！鴉片響中國由藥物變成娛樂品啊，食到你班人暈暈沌沌啊！英國作為當時全球霸權，通過鴉片貿易削減中國經濟同社會嘅結構，用鴉片嚟換取中國嘅貨品，而唔想俾銀啊！呢個係鴉片戰爭嘅核心導火線。咦？點解白銀當時咁重要呢？粵語長片都有話，攞住幾錠銀係上路嘅盤川啊！係由1571年明代嘅皇帝一個決定，佢決定百姓要用白銀嚟交稅啊，令到白銀嘅需求突然大增啊！西班牙咧就向中國提供大量嘅白銀，白銀貿易就壯大咗西班牙海上嘅戰鬥力啊！白銀嘅流通令全球貿易漸見雛形，當時中國資源充足，貨品都銷售到全世界，中國主導咗全球嘅貿易，惹嚟列強嘅垂涎。呢塊肥豬肉個個都想嚟分一杯羹啊！1840年，道光20年，英國政府以林則徐虎門銷煙為藉口，派軍侵華，英軍陸續抵達澳門近海，封鎖海口，鴉片戰爭正式開始。當時記載，英軍只需9分鐘就已經打冧咗清兵啦。點解？話說大量嘅清兵臨陣退縮，英軍方面仲全無傷亡啊。14年之後，1853年太平天國運動震動中國北方，農民起義，內憂外患。1860年，鴉片戰爭嘅延續，即係第2次鴉片戰爭。英法聯軍攻入北京，為咗報復清政府扣押英國大使人員，搶掠圓明園珍寶之後，立晒啲珍藏品。英國司令壓爾金下令放火，大火燒咗2-3日，圓明園化為廢墟，損失無法估計。清廷仲要簽下屈辱嘅北京條約，搶晒你啲嘢，然之後一把火燒咗你，然後仲要你賠錢啊！國之將亡，必有妖孽。又出咗個慈禧太后，清末實質嘅掌權者，加速清朝衰亡。慈禧為咗個人奢華享受，大量軍費轉用於私人項目，追求極奢華生活。1894年，甲午戰爭爆發之前，慈禧正準備為自己慶祝60歲壽辰，正準備響頤和園大肆鋪張盛大宴會同戲曲表演，但隨住戰爭爆發，壽辰慶典最終低調處理。至於甲午戰爭係由日本策動，挑起同清朝嘅衝突，結果清朝戰敗，簽訂馬關條約，仲要賠上2億兩嘅白銀，賠錢同賠地添啊！割讓台灣同澎湖俾咗日本，日本仲統治咗台灣50年。再過5年之後，1900年，八國聯軍侵華，期間洗劫破壞，8個國家打你一個，死梗啦！義和團運動失敗，清廷簽辛丑條約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發，清帝退位。1912年，清朝正式滅亡。至於圓明園入邊個12生肖銅像，英法聯軍入侵，暴力搶掠。澳門賭王何鴻燊博士出資購入豬頭同馬頭，高達7000幾萬，分別捐咗俾保利博物館同埋中國政府。講多一樣嘢俾大家知，林則徐初到廣東禁煙嘅時候，操勞過度，又加上水土不服，患上感冒。聽聞13行嘅王老吉有解暑治感冒良方，林則徐服下1劑藥之後，真係好返啊！提議王老吉製成涼茶，自此王老吉嘅涼茶風行珠江三角洲一帶，直至現在。好啦，講住咁多先，請大家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share 出去，下次再會。